中嘉宽频联制处资深协理徐雪玲表示，有线电视台深耕地方，采访角度相较于全国性的新闻频道更贴近在地观点，深入邻里社区。只要是人们在意的讯息，就算是修剪路树、善心助人、美食小吃、文化艺术等等，都可以透过地方记者的镜头和麦克风传递。不但上档地方的电视新闻，更上架中嘉新闻网。以前受区域限制的在地电视媒体，串联整合，再透过无远弗届的网络传播，让新闻的阅听选择更多样化。NCC 这几年对于有线电视的地方服务有很大的期许哦。那中嘉集团在这次呢，也特别整合了全省在地的电视新闻，推出了中嘉新闻网。那这个网站呢，我们串联台湾头到台湾尾，从基隆到高雄，我们报道最在地的新闻，有别于全国性，我们的新闻内容是有关邻里巷弄，大家生活周遭最关心的大小事。中嘉新闻网在首页规划上设计了各项便利的分类标签，方便找到相关的新闻。特别的是，其中还设置了媒体识读专区。徐雪玲表示，中嘉集团有鉴于社群媒体兴起后造成的各种假讯息四处流窜的乱象，不断在各地深入社区举办媒体识读的公益活动，更制作系列新闻报道，教民众如何分辨正确的资讯。基于媒体社会公益责任，我们特别在中嘉新闻网开辟了媒体识读的专区。那在这个媒体识读的专区里，大家可以教导大家如何辨别假新闻，还有就是在这个资讯爆炸的时代，真的有图不一定有真相，所以呢，媒体素养的提升、教育都必须全面性的向下扎根，所以我们才特别推出了这个媒体识读的专区。另外，在中嘉新闻网中，中嘉集团也规划露出旗下有线电视的优良自制节目，像是吉隆制作的民意交响曲，以及港都庆年的高雄现场节目，就是邀请民意代表和官员共同讨论民众关心的重大议题。而新市坡和嘉禾所制播的新北后收宅节目，则是从地方人文角度出发，关心同样在这一块土地上认真生活的本国人和新住民。而桃园北建企划的遇见桃乐丝节目，则是介绍默默守护桃园的无名英雄。另外，台南的三冠王双子星的府城人故事，带领观众找寻台南具有故事性的人事物，由受访者现身说法，分享生命精彩故事。徐雪玲说，这支节目不仅是符合在地媒体的直播要求，同时也是满足服务在地民众，而未来也会持续增加各种不同的地方节目，提供更丰富的内容。中嘉宽频集团希望借由中嘉新闻网的设立，提供更全面性、更优质的服务，并且尽一份地方媒体的社会责任，让好声音、好故事能够成为一个善的循环，结合所有在地的影像被所有人看见。记者赵世渊综合报道。